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嚟快樂星期五。今日翻嚟到深圳羅湖口岸。今日我帶大家上嚟羅湖，係因為收到浩南哥線報，話口岸附近開咗間全國連鎖養生品牌。平時大家翻嚟按摩都係想鬆一鬆，呢度有專業推拿養生、足浴按摩同頭療，仲有埋儀器幫你調理，而且位置夠晒方便，點去好簡單。大家羅湖過咗關之後，一直行到酒店轉右，見到好似公安局嗰個位，過埋馬路再轉右，行多少少就到。而家新開張，仲有超抵嘅開業體驗價，星期五仲快啲上嚟醫下你勞損嘅身體。我們這邊的話有特色的足療，現在呢有活動價，我們的原價呢98元，現在體驗價68。然後我們的頭療，學習中藥頭療90分鐘，原價169，特價的話現在優惠活動108。我們這邊呢有我們的這邊的 AI 檢測的儀器，檢測我們亞健康身體36項檢測的。如果說進店的話，現在158優惠。如果說目前有體驗活動，您進店消費的話，可以免費給你檢測一下身體。那我這邊的話，先找我們的專業的老師給你檢測一下。只需要1分鐘，然後過程不要說話，然後一會兒就可以檢測。好，現在咱們這個檢測的話，它是可以檢測出身體36個大項，120個小項。然後它這個的話，就是從我們的一個心腦血管直到腸胃功能，包括肝臟功能、腎臟功能、腦神經。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您的肌肉含量、水含量，包括體脂含量和體重，然後這個都是在一個正常範圍。然後身高的話也是一個標準範圍，然後體重的話也是在一個標準，肌肉含量稍微有點低標準，可以注意增加一些蛋白質和適當的一些運動。然後體脂的話也在一個標準範圍，然後體脂百分比也是在標準，這些都是還是很健康的一個數據哈。總體的一個體型評分是84分，是一個良好以上了，總體來說還是很不錯的。好，這樣。帶大家入去參觀大家睇呢間係4人房，空間感真係好足。就算3、5知己一齊上嚟，都可以喺埋同一間房一齊鬆，夠晒熱鬧。因為新開張，呢度裝修真係超新淨、超乾淨，見到都舒服。再入啲，仲有2人房，跟住係個足浴大廳，一排10張凳。而家嚟做頭療按摩，仲免費送你30分鐘蒸腳。呢度頭療房仲可以4個人一齊做，一邊傾偈一邊調理。講真，我起初見到68蚊60分鐘我都驚，會唔會係狗按？點知一試我就知自己錯晒。呢度啲按摩師全部都係浸咗3年以上嘅老手，每一位都係受過專業國醫訓練，佢哋個手位精準到好似有雷達咁，每一刻都按中我最攰嗰個點，按完真係成個人輕晒。大家睇下個環境咁新，師傅咁專業，依家開張體驗價先係68蚊，仲要喺正羅湖口岸附近。浩南哥真係冇介紹錯，呢種性價比真係要誠意推介俾大家，仲係免簽小費。做完腳當然要試埋呢度最王牌嘅中藥頭療，而家優惠價108蚊，爽足60分鐘，仲要加碼送你30分鐘蒸腳，真係由頭照顧到落腳趾啦。一開始師傅會先幫我放鬆頭部唔同穴位，再用工具疏通經絡，嗰種酸酸麻麻嘅感覺真係幫個腦重新開機。佢仲包埋洗面，師傅手法非常純熟，一路洗一路幫我按摩面部肌肉，真係舒服到差點瞓着。洗完面仲會敷埋保濕面膜，即時幫皮膚注入水分。最正係咩？一邊敷面，師傅仲會一邊幫你按肩頸，疏通頸部淋巴，成個流程一氣呵成，真係享受。最後就係水循環頭療，暖暖地嘅藥湯喺頭皮流過，配合埋頭部分蒸，唔單止放鬆壓力，仲可以改善髮質。做完之後，師傅仲會幫你吹返靚個頭，乾乾淨淨，舒舒服服咁行返出去，一個字正。除咗手技出色，呢度最專業嘅地方係佢哋有一系列嘅專業養生儀器，師傅會根據你嘅身體狀況，配合埋輔助儀器去做深層調理。好似我哋呢啲成日坐 office 玩手機嘅人，肩頸經絡好容易塞晒，單靠人手未必夠，配合埋儀器嘅高頻或者溫熱功能，可以更精準咁幫你疏通經絡，排走濕氣。真係科技同傳統國醫嘅完美結合。調理完之後，嗰種由入面鬆到出面嘅感覺，真係試過先知。好，歡迎下次光臨。好，謝謝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其實養生真係好緊要，尤其係我哋香港人工作壓力咁大。呢間京道國醫全國開到過千間，證明佢哋嘅技術係真係有口碑。
今日帶大家行咗一圈，睇個環境，試個手勢，又有咁多開業優惠，真心推介大家嚟試下。記住啦，位置就喺羅湖口岸，行幾步路就到，非常方便。今日去到呢度先，鍾意分享嘅朋友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次帶你揾好嘢，拜拜。都係要割咗佢。我老闆都給他看過來。